除咗霆鋒，大家覺得仲有啲乜嘢歌手係可以打爆到啟德呢？4月27號咧就睇咗呢個謝霆鋒演唱會個尾場，咁啊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嗰個整個體驗啊，因為第一個演唱會勁啦，第二就係我第一次去啟德睇演唱會。我本身咧對啟德咧嗰個印象咧就麻麻地嘅，因為第一又覺得佢好唔近地鐵站啦，然後我成日喺觀塘放工翻過去黃埔咧，喺基隧經過，覺得哇周圍都仲起緊嘢啊，爛地啊咁樣，咁所以咧就嗰個expectation 咧就唔係好高，同埋又好擔心係咪哇嗰啲咩安檢啊排隊啊 check 呢 check 路啊好鬼耐啊咁啊帶住一啲咁嘅期望就去睇呢個演唱會。咁嗰日就搭的士啦，因為有人話搭的士都去到嘅，尤其因為我 B 閘喎，佢話搭的士可以近啲 B 閘㗎，咁所以搭的士。咁但係去到呢個土瓜灣嘅木廠街嘅時候呢，個的士佬就話：喂，好似去唔到喎，好塞喎，不如你落啦咁樣，你落啊行過去好近啫咁就俾佢說服咗就落車行過去啦。咁就發現兩樣嘢，第一根本係冇塞車嘅。只係木廠街裏面塞車啫，轉過去啟德嗰邊咧係好暢順嘅嚇。第二，原來咧啟德咧係非常之近呢個土瓜灣木廠街嗰邊，其實係近嘅。我一落車行2步到咧就已經見到㗎啦。咦，原來唔係咁山卡拉喎，原來好近喎。所以如果以前我住緊長龍灣嗰陣咧，去啟德咧就真係行過去就好舒適啊，因為其實好近長龍灣嘅，我覺得嚇。咁行過去咧就見到好舒適啦，建設好好啦，好闊啦啲路，見到嗰個啟德個主場館嗰樣嘢又幾宏偉幾新淨咁樣。話就7點半開場，咁其實我就差唔多。好大膽，我覺得自己，我6點9先到，即係之前有啲朋友話佢自己5點鐘去咗，都鳩揈揈啊！其中一個係藍骨子作者藍骨子，佢就第一日去5點鐘去咗，跟住好快搞完啲嘢入到去，唔知做乜。咁我6點9先至入到去，所謂安檢就即係睇下啲袋咁樣啦，然之後睇你張飛啦，同睇紅館演唱會唔係太大分別，好快。好暢順已經入到場，咁然之後入到去第一樣嘢見到嘅就係小食檔啦，有好豐富嘅嘢飲嘢食同埋酒類咁樣啦，呢個係好興奮嘅。雖然我冇買好多嘢食，但係我見到好多人排隊，同埋係好多小食店嘅位置啊，行2步有一間，行2步有一間嚇，因為個場館咁大啊嘛，要就晒咁多個 column 嘅人啊嘛，所以係總有一間喺左近嘅。同埋係多嘢食，同埋有地方你食嘢嘅，買嘢食後面會有啲枱俾你企喺度食嘢，咁好舒適嘅。咁然之後小弟坐嘅位置就喺地下啦，地下即係唔係坐樓梯坐地下嗰層較前嘅位置啦，好彩啦。咁坐咗落去，第一樣嘢發覺哇，嗰個氣温好舒服。佢冚咗個天幕嘅，即係變成一個全室內嘅場館，嗰個空氣調節做得好好又唔會凍又唔會熱喂，咁大個地方要做到一個靚嘅空氣調節唔簡單嘅，咁但係佢入邊真係做得即係好舒適。第一個印象就已經好唔錯啦。咁跟住到霆鋒出嚟，咁全場好沸騰啦，好熱烈啦，咁我都係好 enjoy 好開心嘅。咁見到有好多嘅舞台效果，例如中間頂部有個銀色嘅大波波，咁霆鋒又可以企喺上面，又可以褪前褪後，佢自己喺個台嘅上邊又得，差唔多去到後面好近，後面啲觀眾又得，跟住佢又有一個框咁嘅台成個框又可以褪出嚟。即係舞台效果係做得好好嘅，咁亦都有賴於呢個場地嘅配套啦。即係佢能夠俾你咁樣行喎，俾你咁樣做，我覺得呢個場館真係起得唔錯，同埋你應該有好多嘅舞台效果佢做到，而可能係紅館或者亞博都未必做到嘅。咁再加上霆鋒咧係嗰晚咧就唱咗我老婆最中意嘅習慣前面。
嗰3晚都冇唱，就係嗰晚唱咗。咁啊，我俾呢個 show 咧係真係100分，我好滿意，好開心，好 enjoy。少少你話雞蛋裏挑骨頭咧，就係佢嗰個台咧移咗去中間嘅時候咧，反而我坐前面嘅咧就睇唔到咯。不過佢就咗後面企位啊，同埋後面嘅觀眾咁都明白嘅，即係變咗我就要睇 mon 咯。同埋我一隻歌好想霆鋒唱嘅，但係我估佢係可能呢世都冇可能再唱啦。啊，我印象中佢嘅第一首主打歌叫《萬有引力》，係啦，我估佢就唔會再唱呢首歌，但係呢個係我嘅中學回憶啦。咁完咗個 show 咧，就幾萬人散場啦，咁我覺得都非常之有秩序嘅。咁我就行咗去呢個叫做宋皇台站啦，因為話宋皇台站其實係近過啟德站嘅。咁啊，總之睇住佢指示牌行去宋皇台站，咁一條大直路咁樣啦，都係舒適嘅。咁多人一齊行又唔覺得好遠，雖然當中有啲人講晒粗口話好遠，但係我嗰晚係覺得 OK。但係如果俾我再揀過呢，我可能未必會行呢個宋皇台站，我可能直接就行翻出去，由土瓜灣嗰邊走，咁啊仲方便啲，因為我住黃埔嘛，我喺土瓜灣搭巴士搭2個站翻咗去啦咁樣。但係即使行去呢個地鐵站，好多人行，但係都唔使話逼車啊，好快走到。咁所以離開嗰一個流程啊，各樣嘢都係舒服嘅。咁所以總的來說，包括嗰個配套啊、設施啊、建築物啊、各樣嘢等等咧，係好正嘅。咁所以好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去下呢個啟德睇 show 嘅話咧，咁都應該去觀摩下呢個香港咁好嘅建築物。咁有個題目想大家一齊思考下啦。咁睇完霆鋒嘅演唱會，即係非常之好啦，又爆晒場啦，咁啊氣氛好好啦。好想同大家討論下，香港仲有邊位歌手係可以打爆啟德嘅呢？即係霆鋒係加場再加場，開咗4場。喂，開咗4場係表示咗啲咩呢？大家即係計下數，當日咧就叫做開咗3面舞台，保守估計座位係35,000個。平均票價係1000蚊張飛，咁即是話1晚嘅票房係3500萬，4日嘅票房係1億4000萬，哇！1億4000萬，咁啊再保守啲啊即係可能有啲飛唔係賣嘅，或者我頭先計條數，未必平均票價係1000，保守啲1億啊，4日嘅票房係1億。唔係話賺幾多錢嘅一個問題，而係呢一個數，我覺得令到好多演唱會嘅製作單位值得去搏，值得去投資，值得去做。唔好話霆鋒咁誇張開4場，就算你開1場，可能1場1晚都可以有3000萬，你只要打爆個場。因為如果以紅館嚟講呢，其實你真係 full 嘅 live band 去做演唱會呢，係要2場起跳你先回本嘅。咁當然你話喂 talk show 啊，或者你 MMO 嗰啲演唱會咧，你可以1場搞得掂。但係如果你真係一個歌手，佢係完全一個完整嘅製作，最少要2場先至回本嘅。咁但係你啟德35,000人，你可能真係你搞得掂1場，打爆到1場，已經可以回本有錢賺嘅。咁我覺得喂啟德好值得各個嘅演唱會嘅搞手啊、投資者去諗下去做。除咗霆鋒，大家覺得仲有啲乜嘢歌手係可以打爆到啟德呢？嗱，好老實，4大天王呢，我覺得問少少，因為近年佢哋都分別有開演唱會，唔夠飢餓啊，所以即係未必話打爆到啟德咁樣樣。咁我自己呢，就有啲人選嘅，希望羅局長又可以聽下，可能邀請佢哋開 show。第一個謝霆鋒就令到我諗起王菲。王菲如果開啟德呢，我覺得係會爆嘅，亦都係會加場嘅，因為飢餓得太緊要啦。咁啊，除咗王菲之外呢，仲有彭羚啊。彭羚如果開啟德呢，我亦都係覺得會加場再加場嘅。咁啊，希望林海峰放人啦嚇。咁講起林海峰，亦都有軟硬。如果軟硬喺啟德開 party， 我亦都覺得係會爆嘅。
咁啊，另外就係過多幾年嘅話呢，我覺得 MC 張天賦亦都係可以打爆到個啟德嘅。上星期見到姜誕嗰個銅鑼灣嘅盛況，咁啊姜濤其實我都覺得有本事係可以打爆啟德，但係即係如果姜濤一個搞呢，我未必買飛啊。但係如果係 Mirror Crossover Collar 喺啟德搞一場呢，咁我覺得呢亦都係可以打爆到啟德嘅。咁除咗我以上講嘅單位同埋歌手之外呢，我都即係希望大家啊喺呢個啟德許願池嗰度呢發下言嚇，有邊位歌手啊你又想睇嘅，又覺得佢喺啟德開 show 呢就係正嘅咁樣樣，因為啟德呢個設施呢真係好國際級，即係入到去係見到好多嘢都話話聲嘅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做得真係唔錯，咁啊所以希望啊啟德又會越嚟越多精彩嘅演唱會啊 show 啊搞下啦嚇。咁最後提一提啦，不論係演唱會啊、娛樂節目又好啦，定係真係體育節目啊、球賽都好啦，好希望大家有機會嘅話咧，去睇一睇呢個啟德呢個咁國際級嘅設施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